Hey Jason，my friend，今日又係送福利嘅時候啊，向大家介紹前面一套又要經濟又要實惠又要舒適很好，而且剎車仲要好靚嘅一套前面配搭。過嚟睇一睇呢一套試先，嚟 follow me。三星方面，我同你配搭嘅係拱橋嘅三星。前減震直接配搭運重力嘅33芯，係可調款嚇，預在可調嘅。喂，前減震配搭得咁靚，你嘅剎車卡件會唔會配隻好差嘅剎車卡件俾我啊 ？No no no，直接同你配搭嘅就係瑞寶買嘅616剎車卡件，而且呢，喺剎車盤方面呢，我哋同你配搭嘅係黑線剎車盤，因為黑線剎車盤呢，剎起身唔會有咁多呢一個剎車粉末停留喺你嘅剎車片，讓你唔會咁容易有異響。喂，咁嘅成套配搭出嚟，輪毂方面有冇啊？咁滿天星輪毂，粒子幫你安排上啦，而且我們的輪胎都是幫你安排的是 TRST 賽道輪胎，喺三水嘅競技場，屢屢可見它的身形嚇。呢一套咁舒適嘅配搭啊，而且仲送埋咗擋泥板俾你，成個車頭成套，依家俾你檢查下佢到底調得靚唔靚仔。轉動得幾咁順，只係需要1980，依家試試佢嘅轉動效果。咦，周公，機鋪嚟嘅，喂，幫我試試轉一轉佢啊，俾我啲粉絲睇睇啦。呢套配搭1980掂啊！咁個前面一套我哋飓風都有需要嘅過來飓風揾我，周公。